間嘢集到個五包關嘅。当年嘅播音室，走进来啊，走进来，快了，不然后面的人进不了，你这边塞住了哈。来，走。山新加坡網區嘅景。島仔叫做後魚，馬山啤酒廠。也是我们小三通另外一个这个码头。到厦门的话就是普通码头，你要到泉州的话呢，就是要坐山觀察所嘅出口，然後過嚟呢度咧就環我河山有一個大嘅標福岳飛嘅字，呢一條大走廊就係入嚟嘅。佢咧就係當年嘅馬山播音站，點解喺度入去？呢個入口，包括台灣好行嘅巴士。係 C 線，因為玩東部呢邊嘅，我哋係叫做機車仔駁巴士。